大家好，歡迎嚟到樹梨子探源尋真對話篇嘅第8輯。呢一期坐鎮嘉賓就係我哋大家都好敬仰嘅太上老君。咁我哋即刻開始我哋嘅採訪啦。太上老君你好啊，歡迎嚟到我哋呢個節目。請問今日有啲咩可以分享俾我哋嘅觀眾呢？好高興你開咗呢檔節目。最近我哋好忙，冇太關注你呢邊。你嘅修行如何啊？唔係咁好，不如我哋傾啲其他嘅嘢好嗎？我咁樣文字有我嘅用意，你而家出嘅節目數量同實際上我哋安排你嘅出嘅相差太遠啦，你咁樣會耽誤大事啊。哦，我知啦，我會改噶啦。想問下耽誤咗咩事啊？係咪有啲咩突發情況會發生啊？突發事件而家時不時都係發生，冇咩出奇嘅。最嚴重嘅就係人嘅清醒速度同呢個天象嘅變化唔可以吻合，咁樣會打亂好多神原本嘅安排，同埋令到眾生承受更多嘅痛苦。你喺呢個關鍵時刻一定要保持清醒，唔好好似以前咁樣糊裡糊塗啊！你要知道你而家做嘅事情係關乎緊好多人嘅性命噶，一定要做好啊！我哋好多神有好多嘢要講噶，一定要配合個天象。你成個月先出一個視頻，咁點得嘅呢？好嘅，我知道啦，我會盡量做好噶啦。咁好啦，我哋而家進入主題。今日我主要係想講一啲最近出現嘅亂象背後嘅一啲人可以知道嘅因素。咩亂象啊？係道教而家做 live stream 啊？今日主要講10大亂象。第一個亂象就係物價嘅巨大差異，喺唔同地區同一樣嘢嘅價格相差巨大。喺當今呢個自由貿易嘅市場，好多嘢係好透明嘅，譬如話貨物嘅源頭、匯率、市場波動、基本容量等等。咁點解仲會出現價格相差咁大嘅一個現象呢？呢個應該唔係亂象啩？人工同埋運費都係要錢㗎。一直以來都係咁樣啦。咁係因為你唔了解呢件事，你先會咁樣講。呢個背後嘅水係好深嘅，所以今日要特別攞嚟講，而且係放喺第一位。請老君啟示。天地萬物嘅運行都有其規律，呢個都係創世嘅時候每個神定下嘅。當然隨住歷史嘅進展都會有少少調整。大家都知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呢一片土地就係咁樣噶。點解每個地方嘅水果啊、農作物啊同埋特產都係唔同呢？呢個亦都係同樣嘅道理。呢個就係上天賜俾每一個地方嘅對應嘅物產同埋文化。縱觀歷史，你會發現好多貨物嘅流通，其實最重要嘅係傳播文化。因為其實就好似頭先講過嘅，上天係賜予咗一方土地足夠嘅物產同埋當地人需要嘅一切。人有好奇心係天性，同埋人係有慾望嘅，而且成日都覺得不足。喺呢一種心態之下，人係一定會去探索呢個世界，同埋想去征服呢個世界。咁自然就會有去遠行同埋有物產嘅交換，咁樣一定會產生文化交流同埋傳播。呢一個就係神想要嘅。呢幾千年嘅歷史向全世界嘅人展現咗豐富璀璨嘅文化，令人從中可以得到足夠嘅智慧、足夠嘅理智。所有嘅呢一切安排都係為咗今日、今時今日人嘅清醒。但係喺呢近100年來，呢啲一切都基本上被破壞咗。而家商品嘅交換基本上係為咗邪惡而服務嘅。邪惡喺呢個交換其中會輸出好多邪惡嘅價值觀，人人都深受其害。神喺呢個其中其實一直都喺度觀察緊，睇下人係想選擇咩。之前基本上係直線墮落，但係而家已經到咗觸底反彈嘅時候。人間嘅事係對應住天象嘅。點解喺呢個時候特朗普會發起呢個關稅嘅政策呢？呢個政策基本上係令到全球都引起波動嘅。人係冇能力做呢件事嘅。
特朗普可以頂住呢個壓力實施到而家，係因為佢同埋有一批覺醒嘅人想恢復傳統，所以好多神配合佢一齊做呢件事。表面上睇起身佢好似係為咗一己私利，係利益同埋政策嘅事，實質上呢件事要達成嘅目的就係停止呢個世界上嗰啲邪惡勢力利用物品輸出做嗰啲陰質事。神亦都會協助令呢啲事暴露出嚟，令世人可以睇到，同埋每個人喺思想中都要做出選擇，係繼續容忍呢啲邪惡，定係拋棄邪惡，同埋神都會清除呢啲唔好嘅影響，令到世間恢復清明。第二個亂象就係自古以來都非常重視嘅男女關係嘅問題。人之所以為人，係因為人有人嘅道德、人嘅禮儀、人嘅尊嚴。人可以話係神喺地球上嘅一個形象嘅表現。不過作為神嘅形象代表，係咪行為思想要無限趨近於神，先對得住神創造呢個身體？好少人理解呢句話有幾重嘅含義。如果唔重視規矩，唔重視禮儀，想做乜就做乜，特別係行為上好似獸咁樣，大家諗下，大家仔細諗係咩意思？係唔係魔利用人，亦即係魔利用神嘅子民羞辱神？呢個世界上嘅每一個人喺投胎之前都係同神許過誓嘅，其中包括魔，因為無魔不成佛。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使命，如果做唔好，即係背叛自己嘅誓言，亦即係對神嘅欺騙。點解自古以來咁重視男女關係嘅問題，一直教育人要嚴守男女之防？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一旦沉迷於其中，做出啲唔符合人嘅行為嘅事，基本上可以話呢個人就係魔嘅奴隸啦，好難行得翻出嚟。亦即係話唔好話咩使命啦，亦即係基本上注定就係去地獄。希望大家謹記，放縱對自己係最大嘅唔尊重。第三個亂象就係有種社會文化深入人心，一切向錢睇。其實講出嚟好可悲嘅，人而家宣傳嘅好多好重要嘅嘢，譬如話善良、家庭、愛情、環保、人權、正義、公平，人嘅未來喺遇到利益、有金錢嘅誘惑嘅面前，我諗唔使我講，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候好多年嚟，嗰啲發起人啊，嗰啲主要宣傳嘅機構，嗰啲組織，往往都係選擇隻眼開隻眼閉，唔會堅持佢哋宣傳嘅嘢。咁樣亦都令到好多人對呢個世界係好失望嘅。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我開頭所講嘅一種觀念，一切向錢睇嘅觀念。人嘅行為係受觀念嘅影響嘅。以前嘅人嘅價值觀，唔理係東方定係西方，唔會咁睇重錢嘅。而家現代嘅觀念就會覺得以前嗰啲人係好傻嘅，好蠢嘅。而家嘅觀念會話俾人知，錢可以解決90%嘅事，錢可以令到人幸福，錢可以令到一個國家變得強大，錢可以令到一個國家嘅內部矛盾、家庭矛盾、公司入邊嘅矛盾減少。雖然好多人而家都會宣傳，錢唔係萬能嘅，好多嘢係錢做唔到嘅，善良先係人嘅出路。但係咪喺金錢嘅誘惑面前，呢啲嘢全部都會變得好脆弱？好多人覺得身不由己，第一個選擇肯定會係利益，係因為呢種觀念已經控制咗人啦。而家嘅科學係話人係由細胞或者粒子構成嘅，而所有嘅細胞同埋粒子嘅基本嘅特性就係為私、自私嘅私。而我哋頭先提到嘅好多重要嘅價值觀同埋品質，基本上係利他嘅，所以呢啲同人性係相衝突。
私係呢個宇宙中最唔好嘅嘢，一定要諗清楚，究竟點樣先係真正嘅利己？係要為咗眼前嘅利益，抑或係保持靈魂嘅純正，唔欠下越債，唔傷害他人同埋環境，有一個美好嘅未來。第四個亂象就係對環境嘅破壞。呢度講嘅唔單止係對土壤、水質、空氣等等嘅污染，係成個地球層已經被破壞到唔適合人類生存啦。呢個宇宙係一個循環體，所有嘅物質都係循環利用嘅。古人係講尊重天地萬物，唔會隨便打破呢個平衡。但係自從科學嘅興起，人類就變到好似瞎子摸象咁，永遠就係關注局部，睇唔清全貌。人喺自大嘅時候最容易被利用，當人以為科學可以改變世界嘅時候，就係毀滅呢個地球嘅開始。第五個亂象，亦都係危害非常之大嘅一個亂象，就係網絡上嘅假消息。要知道網上信息嘅真實性連10% 都冇，影響最大嘅就係嗰啲對呢個世界未形成正確價值觀嘅人，特別係嗰啲細路仔、青少年甚至大學生。大家試諗下，一棵樹苗如果喺生長過程中冇支架對其固定支撐，咁樣棵樹苗會生長成點呢？造成咁樣嘅現象，社會上人人都有責任，同時人人都深受其害。要解決呢個問題，就係要人徹底咁清醒，重拾做人嘅道德，做人嘅良心。第六個亂象就係而家嘅人真係咩都夠膽信，信動物，信巫教，信低靈邪靈，信撒旦，請神容易送神難。呢啲所有嘢都係低於人㗎，人係神創造嘅，係萬物之靈，點解會咁樣看低自己，作踐自己呢？而家嘅人大部分都係神嘅子民，係同天上嘅神有對應㗎，一旦信咗呢啲低等嘅嘢，就會切斷自己返天堂嘅路啊！所有上當嘅人係咪都係求錢、求權、求勢、求情、求人中嘅嘢？呢啲係唔講權威或者官方或者政府承認嘅嘢，咩佛教會長、道教會長、教宗、神父，呢啲係人授權噶，唔係神承認噶。只要一個人真正信神，神就一定會保護佢，唔使去燒香拜佛，唔使做啲形式上嘅嘢。如果佢唔係信嘅話，就算叩頭叩到出血都唔會保佑嘅。真正信神係按照神所講嘅嘢去做。神一直係教育人要注重心靈嘅純正，唔好追求身外之物，要善良，要對得住自己，要對得住人哋，要順應呢個天象。你翻遍所有嘅歷史同埋典籍，神從來都冇講過燒幾多香、叩幾多頭、祈禱幾多次，神就會按人所求嘅賜予婚姻、仔女、事業、金錢、健康、權勢等等，呢啲同人自己攜帶嘅福分有直接關係，早就安排好噶啦，一般都唔會有變動。有人話做多啲善事，做多啲慈善就可以改命，命其實係可以改嘅，但係唔係話用錢、用身外之物，只有人嘅心變咗嘅時候，命先可以改。想知道福分係點樣計算嘅，可以去睇下《西遊記》開篇唐太宗喺地府借錢嗰一段，應該會有一個好嘅理解。第七個亂象就係藥物嘅不當服用。人體係好精妙、好精妙嘅，就算係按照而家科技嘅發展速度，再發展10000年都冇可能創造人體。而家西藥嘅發明、研究同埋生產，好多係唔屬於人類應有嘅科技。作為神創造嘅人體，其實有部分係冇辦法吸收、轉化同埋排出㗎。而家嘅人過度依賴藥物，有啲唔舒服就要去食藥，而且好難做到對症下藥。
人體其實係有好強嘅自愈功能，長期咁樣胡亂服用藥物會令到身體嘅免疫力同埋抵抗力下降，甚至破壞全球人嘅健康狀態。其實已經發生咗啦。呢個背後其實係某些科學家同埋資本家一齊做嘅實驗，係用所有人嘅身體為代價嚟做佢哋嘅實驗。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陰謀，好邪惡嘅一件事。背後係有幾股勢力喺度做呢件事，係好邪惡嘅，係嗰啲唔將人當人嘅邪惡勢力做嘅。大家都知道娛樂圈好亂，其實當今社會每個行業背後都有好黑暗嘅一面。醫學界、教育界、金融界、學術界、新聞界等等背後都有黑手操控緊。要保護自己就要聽神嘅說話，就要行傳統嘅路。路係好窄嘅，因為呢個社會處處都係陷阱，處處都係想攞人命嘅。要強調一點，唔係話唔去食藥，唔係話唔去醫院，唔係話唔讀書，唔係話避免升職，避免升學，絕對唔可以行極端，而係喺做咩事都要有自己嘅智慧，自己嘅判斷，用傳統嘅思維，用正確嘅思想去行自己嗰條路，唔係人哋講咩就係咩。第8個亂象就係而家有批人喺度冇理智、冇道德、冇底線咁樣利用生物科技做啲唔見得光嘅研究，譬如話改變人嘅 DNA。而家人類嘅科學想要研究透徹人類嘅 DNA 都唔知要幾多年，何況係改變人獸結合之後嗰啲產生嘅罪惡嘅生命應該點樣處理？嗰啲被污染咗嘅 DNA 序列造成嘅危害、產生嘅罪孽，邊個嚟承擔？邊個嚟處理？而家大家係咪有一個共識？買大豆製品嘅時候會注意睇下有冇寫住非基因改造。呢個例子其實從側面講明咗基因改造係唔好嘅。呢啲不當嘅研究同埋實驗其實係時時刻刻都進行緊，佢哋好迫切。生物科技、生物科學聽起身好似好高級咁，真正嘅意思其實係佢哋用人體做實驗，最後呢啲生物係要佔有人體嘅。第9個亂象就係對音樂嘅濫用同埋褻瀆。藝術包括音樂係唔同嘅神喺唔同時期傳俾唔同嘅人嘅，一個係為咗豐富人嘅生活同埋文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呢個可以令人增強神性、清淨人心同埋回歸自己嘅天堂。魔界都有魔音，係咪？魔音係做咩㗎？令人神志混亂，沉迷於人情，令人記憶力下降，同埋好易魔性大發。音樂嘅能力係好大嘅，音樂其實可以滲入真正人嘅最深處，用而家通俗嘅說話就係靈魂嘅深處。音樂可以改變人嘅思想，改變人嘅細胞，用而家人比較感興趣嘅說話可以話音樂可以改變人嘅運勢。而家嘅音樂更注重刺激人嘅感官，激起人嘅情緒。咁樣做其實已經係有意無意咁樣褻瀆緊音樂。一旦音樂中充滿咗人嘅嘢，特別係嗰啲好低下嘅情緒嘅嘢，一定會被魔或者啲唔好嘅生命所控制，喺音樂入邊加入毀滅人類嘅嘢。同樣，如果係一個道德高尚、相信神嘅人創造嘅音樂，如果入邊唔含有佢個人嘅人嘅情，咁樣相應嘅生命或者神都會賜予相應嘅加持。第10個亂象，亦都係最令人痛心嘅亂象，就係成個社會喺度有意無意咁樣毀滅緊下一代。其實大家都睇得出嚟，係從每一個方面、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角度都喺度毀滅緊下一代。解決方法好似就係引起人嘅關注同埋頒布法律法規，但係呢啲解決唔到根本問題，而且情況係越嚟越嚴重。
曾經人類為咗明哲保身，或者獲得更多嘅個人利益，將自己嘅未來交咗俾魔鬼。咁今日人類有冇足夠嘅勇氣同埋信心同邪惡 say no， 行返正道，走向神安排嘅路，有個美好嘅未來，拯救自己下一代。今期就講到呢度啦。多謝老君，呢一期粵語版有深有淺，但係解釋問題係用咗唔同嘅角度嘅。多謝老君啊！係想講多啲，令到人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清醒。跟住落嚟仲有好多神，有好多嘢要講，你要加油啊！好嘅，知道啦。好啦，觀眾朋友，我哋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下一輯再見。